隨住科技同埋互聯網嘅發展，現代人嘅娛樂方式變得非常多樣化同埋碎片化。喺今時今日，你好難輕易咁下判斷究竟邊種娛樂方式最受多數人嘅喜愛。但係如果我哋將時間倒翻去10年前或者更耐，睇電視係毋庸置疑嘅娛樂之王，電視撈飯係橫跨50到90後多個世代嘅娛樂集體回憶。而對於大灣區嘅街坊嚟講，情況又會有所特別。相比起收睇國內嘅電視台，以無線電視同埋亞洲電視為代表嘅香港電視台，喺好長一段時間入面，先係佢哋嘅首選。喺開始本期嘅 City Walk 之旅之前，循例又想跑題同大家講講歷史。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因為改革開放嘅政策，廣東喺經濟上比其他內陸地區先行一步。電視機呢種喺當時仲算係奢侈品嘅電器，喺廣東嘅家庭中開始慢慢普及。根據《南方日報》喺1980年6月刊登嘅報導，深圳市區羅湖區嘅電視機普及率已經80%以上，部分地區射隊甚至達到100%。然而當時能夠收睇到嘅內地電視台數量非常少，節目嘅放送時間亦都比較短，節目內容單一，基本以新聞類為主。於是就喺呢個最臨近香港嘅城市開始，有天才嘅居民發現可以用魚骨天線收睇到香港嘅電視信號。自此一發不可收拾，魚骨天線遍佈成個珠三角地區，堪稱珠三角嘅獨特奇觀。憑住一條天線，廣東人開始咗每晚追劇嘅生活。《射雕英雄傳》、《上海灘》、《大時代》等嘅電視劇，從古裝、民初到現代，以跌宕起伏嘅劇情扣人心弦。《歡樂今宵》、《獎門人》等嘅綜藝節目，話俾內地觀眾知，原來 get 都可以咁搞。搞向西奔走，鹹濕保姆戰嬰兒，踢金剛生痔瘡。而勁歌金曲咁樣嘅音樂節目，以及每年年底電視台轉播嘅各個音樂頒獎禮，就成為大家對於粵語流行曲嘅啟蒙。董約跑出嚟嘅關心妍，關菊英喎。龍珠、美少女戰士、百變小櫻、數碼暴龍等嘅廣東話配音、日本動畫片，成為大灣區小朋友最美好嘅童年回憶。甚至乎喺好長嘅時間入面，即使係睇似事不關己，但係大灣區嘅街坊更樂意收睇香港嘅本地新聞節目。時間去到1992年，經過長達10年嘅從民間到政府層面嘅輿論博弈，香港無線電視以及亞洲電視旗下嘅4個電視頻道翡翠台、明珠台、本港台同埋國際台正式納入咗廣東省同埋廣州市電視網絡。魚骨天線正式結束歷史使命，大灣區嘅觀眾終於可以合法便捷咁收睇到香港嘅電視節目。時至今日，廣州乃至成個珠三角仍然係全國唯一允許境外電視受管制落地嘅區域。呢度講個冷知識彩蛋，早期無線同埋亞洲電視節目落地廣東係唔需要經過任何審查嘅，直到1994年開始，廣東省有線電視先至正式開始對新聞或者例如國產007等帶有敏感題材嘅電影電視節目進行審查，遇到敏感嘅題材就直接屏蔽。從強制跳到 CCTV1，到切換成靜態風景畫，再到後來就係插播香港政府製作嘅公益廣告，於是就有咗大家將香港公益廣告台詞倒背如流嘅集體回憶。雞蛋6隻，糖呢2茶匙，仲有啲橙皮。電視節目有好多種，不過唔係個個節目都啱小朋友自己收睇。雖然亞洲電視製作嘅《我和僵屍有個約會》系列，至今仍然係我最愛嘅電視劇。其他諸如《大地恩情》、再見艷陽天、我和春天有個約會、肥貓正傳等嘅電視劇都係部部經典。另外資訊類節目今日睇真啲當中，解剖羅茲威爾外星人嘅系列報道，都係大家津津樂道嘅集體回憶。但係都係張家輝嗰句：撲你個街亞視嚟㗎喂！喺過去幾十年當中，無論係香港本土定係珠三角地區，我哋熟悉嘅三色台、無線電視都係當之無愧嘅電視霸主。對於80、90後嘅觀眾嚟講，用飲 TVB 奶水長大嚟形容，我覺得一啲都唔誇張。所以當我最近喺社交平台上面發現，廣州白雲區有某商場同埋 TVB 聯合舉辦咗內地首個港劇展，我當然要第一時間去參觀。展覽一開始最吸引人嘅係各種 TVB 電視劇中出現嘅經典金句，可惜冇我最中意嘅嗰句。我曼珠沙華呢就最講道理嘅。
Pasta Bosolasco 生產嘅意粉精選高品質小麥，使用傳統青銅模具人工手製。而家為咗令每位顧客都可以更具性價比咁體驗到高品質意粉嘅魅力，我哋聯同品牌方特別推出全場意粉限時買一送一活動，歡迎大家點開評論區嘅鏈接購買。大牌化妝間，與其話係展示 TVB 最多八卦是非嘅化妝間，更加似係衝上雲霄嘅專屬展區。戴上機師帽同埋經典嘅 Ray-Ban 眼鏡，你想做 Sam 哥定係 Cool 魔呢？另外睇到嗰陣時仲係啱啱出道嘅阿 Sa 同埋阿嬌客串嘅劇照，青春回憶真係全部翻晒嚟。報劇海報牆將 TVB 歷年嘅經典劇集海報集體亮相，那些年熟悉嘅角色、經典嘅台詞、難忘嘅劇情，瞬間湧上心頭。大家睇完呢啲海報之後，又會想翻煲邊套劇集呢？神秘道具部對於港劇迷嚟講，絕對係驚喜位。從《神雕俠侶》、《天龍八部》等嘅經典金庸劇，到近年熱播嘅《新聞女王》同埋《黑色月光》當中，經典嘅道具都有一一展示。不過論到 TVB 道具部嘅巔峰之作，自然唔少得掌門人當中嘅各種遊戲道具。我就最中意超級無敵估歌仔。每年年底除咗台慶之外，各位 TVB 粉絲最關心嘅當然就係萬千星輝頒獎典禮。喺呢度大家親眼睇到視帝同埋視后嘅獎杯，攞住道具獎杯，我終於都有機會可以講句多謝珍姐，多謝樂小姐。另外展覽中最唔可以錯過嘅，自然就係展覽方將子華神同埋都姐嘅神作《男親女愛》中嘅 CK 律師樓搬到現場。除咗影相打卡之外，大家仲可以喺場景當中 cosplay 一下娛樂天或者 Miss Mo 嘅經典場口。不過作為資深港劇迷，我最驚喜嘅係展出原作手稿同埋通告，滿足咗我多年以嚟嘅好奇心。最後，大家如果仲係覺得未夠盡興嘅話，展覽仲有出售各種 TVB 周邊產品，可以一次過滿足你唔同嘅願望。喺我哋節目出街嘅時候，呢個展覽已經移師到廣州海珠區嘅另一個商場展出。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社交平台上面留意一下相關嘅展出資訊。正如我前面所講 ，TVB 喺1992年正式納入到廣東省同埋廣州市嘅電視網絡。不過其實無線同埋廣州嘅緣分早喺1979年就已經開始。1979年1月29日，農曆大年初二，以無線電視王牌綜藝節目《歡樂今宵》為班底嘅攝製團隊，同埋廣東電視台合作，舉辦咗長達3個鐘嘅賀歲晚會，羊城賀歲萬家歡，開創咗香港電視媒體喺內地進行大型直播嘅先河，引起咗巨大嘅迴響。TVB 當時巨星盡出，節目由殿堂級主持人何 B 何守信、阿姐汪明荃、肥姐沈殿霞等主持，演出嘉賓就有羅記、秋官、羅蘭姐，帶我哋社團打上月球嘅串爆譚炳文、夏雨、苗軒仁、芬妮等等，絕對稱得上星光熠熠。賀歲晚會選擇咗喺廣州烈士陵園中嘅中朝人民血兒亭作為中心舞台。廣州烈士陵園原名紅花崗，1954年廣州政府喺當年廣州起義烈士英勇就義嘅地方修建咗紀念陵園，作為晚會中心舞台嘅中朝人民血兒亭就係修建於1964年，用以專門紀念喺廣州起義中犧牲嘅朝鮮籍義士。該亭坐南朝北，具有濃郁嘅嶺南建築特色。雖然歷經46載，但係我哋今日到訪發現，血兒亭嘅模樣基本同當年保持一致，相當驚喜。另外，當時嘅無線電視攝製組仲深入到廣州嘅大街小巷，詳盡咁介紹咗70年代末、80年代初嘅廣州，留低咗相當寶貴嘅影像資料。我哋今日嘅 City Walk 就從節目中出現過廣州景點開始出發，帶大家睇下廣州城喺呢46年中嘅變化。
最後，當年嘅節目組仲特登介紹咗廣州嘅交通情況，重點強調咗單車係當時廣州人出行嘅最主要交通工具。根據節目介紹，1979年嘅廣州單車保有量超過80萬架。46年後嘅今日，單車早已被電雞取替，廣州嘅電雞保有量保守估計已經超過600萬台，成為名副其實嘅電雞之城。講起 TVB， 自然不得不提 TVB 製作嘅各種唔同題材嘅電視劇，其中就有唔少以廣州作為故事背景或者拍攝場地，不過大多數都集中喺清裝劇或者民初劇，例如《裝潢宋世傑》、《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東山飄雨》、《西關情》等等。另外有一啲喺廣州取景嘅，例如人生馬戲團等，除咗場景係喺廣州之外，劇情同廣州關係唔大。要數到 TVB 歷年嘅電視劇當中，劇情同埋廣州關係最密切嘅，一定係非呢部1997年出品，由阿蛋鄭丹瑞、張可頤、柴九黎耀祥主演嘅《香港人在廣州莫屬》。呢部食正當年香港回歸嘅熱潮，講述咗香港人赴廣州創業奮鬥嘅故事，期間同內地同胞由偏見到互相體諒、欣賞乃至共同創業。雖然劇情而家睇嚟非常行貨，以及充斥咗大量嘅刻板印象，但係我喺翻煲嘅時候都仲係發現 TVB 嘅編劇係有花功夫去做功課嘅，特別係對於廣州人同埋珠三角鄉下親戚嘅微妙關係，亦都係描寫得相當到肉。不過該劇最保重嘅地方都仲係拍攝咗大量90年代末嘅廣州城畫面，好多嘅場景都已經成為一去不返嘅集體回憶。我哋今日就跟住劇中嘅內容帶大家 City Walk 遊廣州。劇集內嘅一眾主人公喺廣州時基本都係生活喺惠吉東嘅社區當中。惠吉東同埋旁邊嘅惠吉西係廣州老城區最為完整、最具規模嘅民國洋樓社區之一。上世紀20-30年代，當時嘅惠吉西東正處於廣州嘅商業中心，加上宜居嘅環境，吸引咗好多歸國華僑同埋富豪文人在此定居。一時間紅牆綠瓦、復古開窗、雕花飛檐，一棟棟傳統嶺南竹筒屋、獨棟小洋房喺呢度拔地而起。所以當時劇集以呢度為主要拍攝場景，除咗體驗廣州居住特色之外，曾經嘅華僑社區呢段歷史亦都暗暗扣題咗劇集嘅創作背景。另外，連同惠吉東一齊出鏡嘅，仲有中山六路同埋附近嘅名校朝天路小學。因為劇中嘅主角需要經常往返廣州同埋香港兩地，所以當時作為廣九直通車嘅始發站嘅廣州東站亦都多次出鏡。不過就喺上年，廣九直通車正式宣布停運，取而代之嘅係速度更快嘅廣深港高鐵。營運113年嘅廣九直通車終於駛向終點。為咗體現當時廣州嘅繁華，劇集中嘅天河商圈多次出鏡，例如1997年落成嘅中信廣場，位於廣州新中軸線上面嘅中信廣場，樓高391米，係當時亞洲嘅第一高樓，廣州嘅新地標。又例如1996年開業嘅天河城廣場，係國內最早嘅大型綜合 shopping mall，除咗廣州市民之外，仲吸引咗大量嘅省內外遊客慕名前往購物打卡。不過最令我會心一笑嘅場景，一定係位於天河立交橋底嘅5星級公廁。雖然而家睇上去平平無奇，但係當年呢間公廁首次使用咗感應式水龍頭，仲內設小賣部、公用電話、傳真等嘅業務，絕對係嗰年代廣州人一個奇妙集體回憶。喺劇中有一段劇情講述阿蛋鄭丹瑞要到萬福路上嘅東山區國土局辦理業務。那些年，萬福路仲係屬於東山區，隨於2005年東山區正式併入越秀區，此情此景經已不再。另外喺劇中曾經出現，而家已經消失嘅，仲有位於黃埔大道上嘅廣州賽馬場。喺劇中嘅阿蛋細佬非常點題咁，就讀於專門招收港澳台同埋華僑學生嘅廣州暨南大學，而喺我哋熟悉嘅暨南大學東門對面，就係當時嘅廣州賽馬場。通過劇中嘅畫面，我哋仲可以睇到常可以舉辦賽馬活動嘅賽馬場。可惜因為政策問題，1999年廣州政府決定取消博彩性賽馬，而賽馬場呢個場地喺呢10幾年間經歷咗多次嘅用途變遷。喺我哋拍攝之際，賽馬場地塊又迎嚟咗新一輪嘅改造。喺劇集當中，阿蛋同埋張可頤經常到位於大沙頭碼頭對面嘅濱江路江邊大排檔宵夜，順帶入鏡嘅自然仲有海印橋同埋珠江夜景。當然而家已經唔允許呢種江邊大排檔亂擺亂賣，但係珠江兩岸嘅夜景變得更加璀璨、光彩奪目。
其他喺劇中出現嘅廣州場景，仲有廣交會流化舊址、廣州最早嘅5星級酒店之一嘅東方賓館，而家嘅網紅打卡點流化湖公園入面嘅白宮，遊客必到嘅上下九商業步行街，廣州人自己嘅喜帖街、江南大道婚紗街、服務市民超過100年嘅沙面網球場等等。劇集嘅大結局場口選擇咗喺人民橋下白天鵝酒店引橋旁邊拍攝。1967年落成嘅人民橋係廣州市區嘅第2座跨江大橋，喺人民橋上面可以欣賞到白鵝潭嘅美景，仲可以眺望打卡勝地沙面同埋沿江路上面別具一格嘅建築群。而家嘅人民橋經過多次改造擴容之後，融合咗歐陸風情同埋嶺南元素，成為咗社交平台嚴選嘅網紅打卡點。雖然呢幾年陸陸續續有唔少嘅電影、電視劇到廣州取景拍攝，但係香港人在廣州大結局中拍攝嘅廣州，絕對係我心目中最美好嘅廣州之一。值得一提嘅係，大結局選用咗王菲喺同年推出嘅作品《約定》作為 BGM， 人歌景完美融合升華。就等我哋以劇集大結局嘅 cut 作為本期節目嘅 ending， 歡迎大家留言同我哋分享一下廣州仲有咩值得玩，或者試下景點同埋美食。我哋下期節目再見。還記得街燈照出一